你係咪覺得腰痛得犀利嘅時候先需要治療？平時出現腰酸、隱痛嘅時候，只係攰，休息下就會好。其實呢個諗法唔完全正確。腰痛持續超過12個星期，即為慢性腰痛。臨床入邊超過90%嘅腰痛都係屬於非特異性嘅腰痛。主要症狀包括腰背疼痛、下肢牽拉痛、麻木等。中醫將慢性腰痛嘅症型主要分為虛、實兩類。實症為氣血瘀滯，不通則痛。主要症狀包括坐得耐、起身痛，踎低嘅時候疼痛加重。虛症則為肝腎虧虛，不榮則痛。主要症狀包括腰膝酸軟無力，行得耐就會痛得犀利，休息下就可以慢慢緩解。慢性腰痛嘅中醫調理講究3分治7分養。實症需要針灸推拿、活血通絡、對症治療，而虛症則需要補益肝腎、固本培元，再配合復康鍛煉同食療調養，先至可以從根源上減少腰痛嘅復發。我今日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，希望幫到你。